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湾跳霹雳舞的歌手孙瑾参加2场奥运资格比赛，以排名第10名的成绩，顺利来摕到巴黎奥运的门票。霹雳舞这届是第一届来列入到奥运的项目，孙瑾嘛是中华队史上参加霹雳舞比赛的第一个。这届孙瑾要来写历史，要透过这个霹雳舞，让世界看到台湾。 向后壁爬练到连续出招，地板动作真流利，现场的气氛是强强滚。伊就是才摕到2024巴黎奥运门票的台湾霹雳舞头人孙瑾。舞台上充满自信，各种高难度的动作拢无问题。音乐对拍是无人通比，不过其实今年5月时，伊才经过骹腿受伤。 上海站的前6天的时候，是在一次的训练中不小心扭伤了脚踝，然后韧带是撕裂伤，内侧外侧都有，所以其实对舞者来说是非常严重的。但我觉得我们大家都挺过来了。孙瑾勇敢面对挑战，就算爱食止痛药啊，才会当出赛。2场奥运的资格赛也是摕到第7名甲第15名，用总积分60分排名第10的成绩，成功摕到巴黎奥运的门票。 孙瑾伫咧社群媒体写家己的心路过程，讲这一路行来，袂输咧坐飞天车，为世界排名的后段，一直到2023年中才开始转好，真正是真欢喜。这人生头一届嘛，可能是上尾摆奥运，就要好好享受。能不能再让我的努力再更最大化一点，让大家知道说台湾也不是吃素的，我们的 B boy B girl 也可以很厉害，可能也会。 跟当地的舞团或者是舞者合作一起训练，因为毕竟 breaking 还是一个非常需要互动性的舞蹈。霹雳舞是头一届加入奥运的项目，孙瑾嘛成做中华队史上霹雳舞的第一人。这一落来拍拼，总算有回报，伊嘛会伫咧巴黎奥运继续用 breaking 让世界看到台湾。 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